花莲共和福源镇多人家厝到88趴，希望中秋进前复原，也讲古纪公司出动无人的路途机一台停火挡20个人帮助增温。遮济民众去到灾区斗摒扫，有人受伤、挂着、擦着，目前中央有甲这破伤风会表送到灾区，若准需要会当去住。今早起有一粒轻度风台袂伫5形成路线偏南，袂直接为台湾来。中秋连假天气早起拢是好天，过到山区中南部会落雷狂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初2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花莲光复在后的第10天啊，继续伫遐复原。在起呢，有这职业的篮球队去到光复国中协助摒扫。目前7个受灾砖头人家厝摒扫进度有到88%，车路要30%。希望中秋进前会当来甲摒好势。环境部也和大汤公司协调，有准备6大占地场，面积加起来有29公顷，要坑这烂土还个粪扫，目前已经有坑45000栋啊。工具带起就往光复国中去了。花莲光复乡救灾阁有新人力，透早有职业篮球队嘛来到3工，各家队职员拢总35人，全部去光复国中协助清理。就会很心痛啊！我们球队能帮忙就帮忙啊。复原工作继续进行，在后军民合作摒扫，初二出动255台机具，上千人，清除粪扫量达到9861吨，是这阵啊上济的清运量。环境部甲大汤公司协调，已经准备好6个所在占坑，拢是大汤的土地。目前先用3位，总面积有29公顷。到10月初2，粪扫甲土沙总进场量超过4.5万吨。灾后清出的上万吨淤泥，已让2座战制场满载现场。这里就是紧急加开的第3座，但在短时间内就已经堆积如山，怪手持续向上堆高。而这处空间是否够用，还是有新的位置能够接手，都面临挑战。已经清出来大概是45000吨哦，那包含了淤泥跟垃圾。当然，我们预估呢，整个垃圾量跟淤泥量可以到8到10万吨，所以现在呢已经进入到第3个战制场，预计呢可能还会到第4个、第5个。中央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嘛报告这10天的工作成果，7个村庄的灾民主体粪扫甲土沙的程度比例。其中北富川集平率上悬，已经达到95%；大华川、大平川甲东富川嘛达到90%；大东川87%；大马川85%；大安川80%，总集平率达到88.14%。环境部进一步指出，目前车路边水沟塌去是现阶段爱努力的目标。目前道路的侧沟大概是阻塞的，因为它必须要开人孔盖才能够清，自工是没办法帮忙，所以我们透过各县市环保局支援的清沟车，用机具的方式来清理。当我们把侧沟清理完了之后，我们的厕所就可以通。民生爱先办理，目前因为便所未通，要设置真济流动便所154个。大水表示，大东川、大马川这些所在已经慢慢来当正常供水。甘那村、大平川、佛祖街、成功街差不多10外户，因为在顺甲土沙囤积，即马无法度带人。后续原来配合国军清除进度甲用户需求，办理减收甲供水。记者采访报道。马太安溪帮山潭做大水，造成花莲光复灾情真严重。这行政院件通过增加丹那市特别条例预算200亿，协助这财政补助和重建。其中这灾后伪造方案有25项，投入25亿，对象包含着灾民、原住民、农民、业者。各部会会伫咧后礼拜二进前入去到灾区，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申请。副总统萧美琴初日下晡，搁一摆去花莲探视慰问灾民，听地方的需求，嘛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以这个居民的生活所需优先，那后续也是希望能够在中秋节过后那个礼拜，能够让学生至少视讯那或者是再隔一个礼拜学校的相关的设施也能够让学童也恢复正常的上课。马太安帮山湖一大水是重创花莲光复乡，行政院长杜英台初日主持宴会，开场就带领与会者热爱1分钟，家己难者第一。会后公布中央部会提供的灾后慰助方案，其中灾民慰问含津助金含辅助金的部分，死亡含失踪者是100万，重伤者25万，失业儿少含4大人含身障者，大概人津助2万块。逐户的工园清理、互管慰助金拢总15万，税厝的逐户逐个月上济1万8。
备，也是算安全进组。另外针对水电地组的减免，且受损保费上悬达大5万，关注民的部分急难救助，大概人上悬10万。一站式的服务平台设置之后呢，会尽速到各村或者是部落，或者收容所，或者是公所，那么来接受民众的咨询，包括受理申请，尽速来发放。针对农村的部分，会提供天然灾害救助；产的部分，达公顷上悬补助流失10万，红台起5万，而且会提供产业辅导措施。另外，针对受灾的中小企业，提供给力的复工贷款，上悬50万，原本的贷款利息减免等等。制造业部分，我们主要提供的是针对它的相关设施设备的修缮补助，以200亿元为基础，提出丹纳斯台风及728豪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的修正，以及特别预算的追加。同时呢，也会补足各项的重建计划的所需经费，不会因此排挤到原来丹纳斯灾区在协助工作上的排挤效应。行政院表示，讲各部会提供的灾后慰助方案，拢总25项，投入至少25亿的经费。后礼拜2，各部会会去灾区联合成立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直接受理民众的申请，以愈近愈简单愈好的原则来发放各项救助金。记者综合报道。灾区即马渐渐一个复原，也若这个灾民未来要何去何从呢？县长市政为争取起一个中价主体研究迁村，却引起部落村民的不满，强调这灾后中建部落就要参与。中央救灾中心前进指挥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就表示，相关规划就要符合居民的意愿。官民会也讲会继续和部落来沟通。也若内政部长刘世芳是表示讲，国土署已经伫咧大屯园区找到5公顷的土地，若准有土地需求，也会去特别预算建造。重建蓝图不任性。配合政府重视部落声音，马太安溪逆流重创江河乡，中建之路困难重重，灾民面临生活安置问题。行政提出7+7短期安置、中长期安置部分。花莲县长徐振辉也建议迁村安各部落村民无法度接受批评政府无问过族人的意见，强调在后中建爱护部落参加落实理灾不离乡。中长期的话呢？这个部分是完全跟部落没有讨论的，因为我们今天都还在问那些住在佛祖街的族人说，县政府提这个方案，他们有没有问过你们？好，这些族人跟我们的回应是说没有，他们都不知道。依据我们过去的经验，产生对政府的不信任，中继安置所应该要具备阿美族人的特色、文化特色。胡拉斯表示，昨天拒绝研究处还是集中中介安置。王团长是讲，中介安置爱尊重族群文化差别。内政部长刘世芳前日表示，国土署已经在大屯园区找到5公顷土地作为中介主体社体用地，会阁针对每一户来问，若需求会立即特别预算来建造。农地改良之后呢，也可以回去做这样的农作的状况。那我们会挨家挨户呢去盘点跟调查这几户的这个农民呢，或者几户的这个受灾户有没有需要中继宅。至于后续的对话，将来就是原民会就是由我来代表来跟我们部落，不管是青年会或是我们的部落主席就会直接由我来亲自跟他们来对话。针对部落甲受灾户沟通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表示，相关规划会符合当地居民意愿，也要求官府成立联络窗口，甲原民会联络。本来就应该要有的嘛，那你应该建立一个窗口，让他们主动的跟他们联络，不要被动的被联络，是主动去跟原民部落去联络。防护箱能不能住？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我们必须经过一个比较仔细的再去分析。蔡明汉望因登去部落中建，暗过江河乡河坡塌个正严重，部分受损，海水塌掉咧，有造成灾害风险，是不是继续大人？但杨全表示，政府无论是决定原地重启、迁村或者是调整都市计划，拢会完成全面评估，制定政策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各行各业的高人拢去到花莲救灾咯，伫咧台中呢，也有这工具机公司出动7台无人的路途机去救灾，一台停好拄20个人。那国军也和民间业者合作，使用无人机处消毒药水。小山鸟把土山凸起来运出厝外，花莲江河乡救灾出现好工具。
台中有一间基工具大厂运7台油电混合动力无人载具小船辆救灾，会当吐100公斤以上，程度效率是人力的20倍。一个铲斗，它可以抵20铲啊，那个铲子超人的那个产量啊，那它举重平均可以到100公斤，大台的可以到120公斤左右。所以说，在我们救灾清淤的部分，它是一个20倍的人力效率这样。国军第3作战区313化学群嘛，甲民间厂商合作，出动无人机伫废弃物甲涂沙囤积区域，执行大范围环境消毒作业，除了科技救灾。挖到了。宜兰所有海事水产这个学校有20外个师生去灾区合作家，一间民宿协助摒扫，真正伫做生命教育。有老师找我们一起去花莲，想说要不要去救灾，他就想说好，就是尽一份小小的心力而已。觉得除了服务学习之外，也进行了很棒的一场生命的教育。救灾现场嘛，出现一个行动不方便、安置伫大靖国小的老阿伯，9月28家己登去自体煞掉伫内底，隔工后社工发现，由国军协助脱困，捌团讲伊掉伫遐7天，花莲县政府赶紧赔回。高雄特殊队是9月28伫光复乡救一只狗仔，带去救护站安置，狗仔由队员领养，互灾区的温暖故事各加一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到灾区救灾民众要特别注意哦，这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是提醒讲，去到灾区就要注意破病，或者是对花莲甲病菌再来到外口。那卫福部长曾仁祥就表示，灾区的疫情和非灾区是差不多的，唔是灾区就会较侪病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总协调官桂连成也表示，当地有关正欠志工，需要大家来斗3工。为各地内的沙条志工，大家摕沙条伫清图，毋过对人车经过现场涂粉赢飞。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正经表示，志工入去灾区可能会破病，也是甲病菌炸出去，提醒大家爱注意卫生。卫福部处长曾仁祥原来有做出回应。当届流感跟可能我们这边非灾区的其实都差不多了哈，没有说被带出来。我只有提醒注意，专业上是不适合太多人进到灾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桂连成初二表示，现场超过1500个志工，不过花莲光复乡的救灾进度，尤其伫车路的清理，敢若达成30%，也需要志工协助。我们对志工的这个需求是没有停止的，你的体力认为够的。你都可以参加这个志工的团体到我们的灾区来协助。如果没有做好整体性的一个消毒或是规划的话，是不是真的会把病毒带到全国各地去？这个也是需要去思考。注意个人卫生，不要让自己受伤。大家还是欢迎来这边帮忙。医师提醒，真侪志工可能因为天气热无挂喙罨，毋过长期伫涂粉甲喙油的环境中工作，可能会引起呼吸道疾病，甚至出现气管喘恶化的情形。感染权威科医师黄国斌表示，建议志工去灾区的时阵，上好用较长的厚手套，也甲外口热急的喙罨，衫上好穿牛仔布料较用，还有爱穿长遐讲，才会当保护到脚。一般来讲，风灾以后比较常见的类鼻涕的感染人体有主要2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经过呼吸道那它在飞沫里面带有这种细菌。那这种病菌，假如说进到我们人体以后，可能会引起我们人体的肺炎。医师表示，若是救灾志工伫灾区出现呼吸道还是胃肠镜头，上好赶紧就医，才袂延误病情，通及时治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光复灾区，也有真侪动物碰到伤，就这兽医去急诊轮班替这动物治疗。另外，灾区变扫时阵，也有真侪志工切伤挂着擦着，中央也送这破伤风预防车去到现场，逐工拢上百人去做。搬冰箱嘛，这边还有手就滑过去，滑过去就铁片刮到。透早变扫出来，手骨为着伤会一直流。医师治疗了后，建议爱注破伤风的疫苗。灾区成立的医疗站处理切伤、刮伤等外科病患，在后逐工拢有上百人。中央嘛支援邀请捐赠的破伤风疫苗，提供有需要的灾民甲志工免费来做。
灾区有时候一些细菌啊、土壤有些比较脏乱，所以绝大多数只要有伤口的话，我们尽量就是还是给他施打破伤风疫苗。如果没有打的话，它进入我们身体甚至会进入那个中枢神经啊。其实，在灾区现场，不仅人的照护很重要，灾后也有兽医师进驻，提供义诊服务，关心毛小孩健康。为猫仔狗啊到久宠物伴，若是有状况，饲主需带来给医生看。现场有志工引导加专业兽医诊断，因为造大水动物嘛受灾，无论厝内饲的还是流浪动物，拢伫疫症的范围。它就是它身上有虫，然后我不知道它皮肤为什么一直掉，好像掉屑屑一样。我们24小时驻点兽医师，然后还有宠物物资的发放跟一些问诊，目前已经累计大概救援120只以上的猫猫狗狗，或是像我们曾经还有民众送鹅啊、乌龟。大水锁定花莲光复乡灾后的复原重建，无论日夜伫进行，官方甲民间持续投入救灾，互灾区的各灾民拢会当尽量得到完善的照顾。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花莲光复灾前进前交通断站，致使灾民无法度就医，为服务着启动远距离视讯看诊，透过无人机送药啊。为服务表示讲，明年会针对全国路头调往交通较断站的所在进行清点。医护人员将药啊放伫无人机下海箱啊，经过工作人员最后确认，无人机为花莲光复长手起飞，飞向3公里远的太巴南国小收容中心，仅用3分钟就顺利将药啊送到会。马太安溪放山湖溢流造成光复乡严重灾情，将对灾区快生无方便，真需要医疗协助。为服务第一摆伫灾害现场，用无人机送药啊。医生经由视诊，然后确定他的症状，然后先协助开立3天的药。那我们现在要用无人机协助把这个药物用无人机送到病患手上。经透过远距视讯看病，掌握病人病情，针对灾民无法度到现场摕药啊，利用无人机来送，后民众有药啊马上得到治疗。可以在地形不受限制的情况之下，然后尤其是花东比较天灾频繁的地区，那就可以很顺利的在事先规划好路线起飞。无人机送药啊，因克服交通断气，未来有希望加做协助偏乡灾区的上好的助手，目标走向常态化。爱靠跨部会来合作，为服务表示，明年行政院无人机计划有3大方向，除了建立平台，也检讨全国偏远而且开交通断气的航线。在离岛很多的这个卫生局还有都跟我们要求说，当天候不佳的时候，小白船不能开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离岛用无人机来做这些医疗物资的传送？我们空勤直升机或是我们一般的低空直升机也会在同样的区块进行搜救。那这部分无人机进来，如果没有经过管理，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危险哦。详细清点每一包药袋啊，有维他命外伤处理包、装填喷剂、催氧等，考虑灾区医疗无方便，新北药师工会药师也来协助灾民。物资总共价值大概在1500块左右，是因为里面的维他命或电解质这些价格都是相当的，不是便宜几十块钱。工作人员赶工备休，装袋啊，工会表示，车车队去灾区发予灾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花莲马太安溪桥已经去互大水冲断去啊，交通部早起去到现场勘查，目前会分做3阶段。第一阶段呢，先用涵港做便道15个会通车，然后第2阶段会做钢铁便桥。那讲到这新的马太安溪桥呢，按算伫咧116年底双向通车，防止大水的标准会久悬到200年。大型机构行伫山石坡的工作便道，将大涵坑送到现场赶工。根据公路局规划3阶段抢修，虽然第1阶段涵坑便道有工期底优点，毋过干来做紧急方案。第2阶段会做更便桥，已经确认路线嘅共款。更便桥牛底比悬桥个体悬1.5公尺。第3阶段长期重建方案，会伫115年底单线双向通车，116年全线改期完成。2015年底单向桥梁通车的时候啊，它是先做一侧，先开放让南北来往的就走这一侧，然后它再做另外一侧的桥梁，116年年底应该会完成。公路局表示，这次天气真好，涵坑便道工程进度比预期超前。第2阶段更便桥、第2悬桥、阳线型的顶悬，增加通水断面。
到时阵行水区也会设监测设施。最后中间的马太安溪桥防控标准加倍增加到200年防控标准，也就是工程应抵抗平均每200年发生一摆大水。处理了一个我们如果桥梁的一个梁底来抬升让它比现在的堤顶高4.5米的这个方向来做推动。结构要变强，桥等整个桥面也可能会提高提高周边的道路跟桥要连接的道路要成为是跟着去配合这需要多花一点钱。学者认为200年防控标准伫先进国家已经是正悬的标准，工程经费也提悬，周边电话道路也会提升。不过上调也是要回归到在海附近基地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要处这个马太安溪崩山湖，唔是咱普通想的遐尼简单。内面的水量虽然有继续伫咧降，不过早起呢，这空勤总队要飞去顶头看，要安一个小型的水位观测浮筒。所以因为这天然白伤过松，这土白伤过软直升机是无到歇伫顶头。有学者是认为讲，目前上界大的威胁唔是这崩山潭内面的水，顶多是对水头落来的水量。目前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有关是维持红色警戒。直升机吊挂特殊教官要甲人送去崩山湖的坝体，不过接到涂骹踏出去2步，人就从对顶悬扭起哩。画面阁扭较近来看，教官的骹是规个纳入去路公园内面，连人要徛好在拢有困难，阁免讲互直升机停泊伫遮。林保署法定分署再去申请直升机飞到湖区，若要降落困难，但先装好小型水位观测浮标。这要概略去测量湖区水深的分布，后续就会去再进行水下地形测量跟进行水位计的安装。不过这部分必须要直升机能够降落，我们人员跟这个设备才能够下去。一透早6点出动的空翕机是翕到崩山湖顶悬是蓬蓬影。农业部讲，虽然伊的量体是明显缩小，但是嘛是持续在崩。高升超过3亿远的土沙是83%踏伫坝体。学者伫在后作无语，讲即马主要的风险唔是坝体的脱水，颠倒是对水头来的来水靠风险。坝的汇决其实已经不是一个主要风险，这个水体的瞬间往下冲，其实量体非常低，而比较需要担心的是上游进来的洪水量是多少，大概会增加1/4的流量。若是水头有1000 cms 的大水，会增加到1260 cms 冲去水尾。有警分嘛进一步模拟，若是超过1000 cms 的大水落来，主要受灾区同款会是南华、佛祖街这边，但是北华嘛会受影响。水利署是持续疏浚和补强北华来应用，但是中央嘛决定讲，当地只要24点钟累积的雨量到100毫米，就会随发警报。将会透过通报单跟细胞广播，运用警报系统，采用与海啸一般的冥想进行避难的这个作业。崩山湖嘛是要装水位计来监控，这当对水位的变化来掌握感受新的崩山。林保署讲持续在试，另外上新的青台卖得按算对灾区的影响无大，不过即马同款是维持红色警戒。内政部表示讲，要降级有几个要件，包括天候稳定、坝体稳定，还有河路敢有疏浚、爆花敢有加固等等。记者综合报道。马太安溪崩山潭做大水，灾情严重，造成18人死亡，6个人失踪。未来要安怎降低伤亡率？当地居民讲，迄天村长有广播要警察车来广播，不过听不清楚是伫咧讲啥。对部落的少年人是认为讲，这花莲公府有真侪关注民，若准备传达重要的消息，就要用时大惯势的报机来放送，安尼时大才会听较有。江湖乡的林家厝无闲咧摒扫6公梅，居民讲受起崩山湖迄天，也是心惊惊，受到灾害发生进前，当地居民讲虽然有听到广播，但是也有人听不清楚内容，也有人唔知影伊咧讲啥。那我们就听不到，只是有听到广播而已，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啊，很快就过去了。应该是用国语吧？就是国语跟台语2种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县政府已经有预警。所以预留准备要留下来。花莲的江湖乡有带汉人，也有带关注民。代志发生迄天，广播爱民众替离的有警察车，也有村长的办公室。当地的关注民青年认为，因为遮大的是大较济，爱用武器广播，才会当真正传达信息。这边都是阿美族的，所以我们都会先用国语讲一次，然后再讲阿美语，所以就是这边没有受困的，或者是有受伤的。当
当时大马村的村长就是用这个放送头，爱民众赶紧摕哩。不过考虑到当地时代可能听无华语，所以要用阿美族语，爱民众赶紧摕哩。民众认为，若是面对灾难，居民无法度知影广播的内容，可能就会影响到避难，所以希望花莲县政府也会提供阿美族语的广播。对此，花莲县府也特别澄清，广播有建立 SOP， 内底包含爱照当地居民的语言习惯来做放送。针对当地的语言以及习惯来进行播放。那我们目前的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以国语以及当地习惯的语言来做传播。县府也表示，无论是村长的广播、警察车，也是消防放送，拢会要求爱照当地补给来做通知。未来也会要求落实，确实做好传达正确消息给民众。记者第一线柯敏哲花莲报道。来看标题起惊，下晡3点外，有一个40多岁姓曲的查甫人手举来刀乌白乱攻击，有3个人受伤。这伤者内面的其中2个是国小的查某囡仔，目前拢有送病院治疗啊。这个嫌犯犯案了后，伊是登到因兜，落尾警方是用电击枪来解制服，才发现讲伊有案底。伫咧10年前呢，嫌犯伫超商甲4个人抬着伤，今年9月才拄互关出来尔，这犯罪动机佫需要调查。这个夜刀啊，西区的嫌犯伫咧港渡受伤了，登去厝和警方对峙。就算警察已经严惩对准伊，伊嘛是无愿意就范，面拢无表情，嘛无得插警方。警察加派1万人力到场，接落来警察分散伊的注意，若要电击枪开2枪了后，就冲过去甲压制。西区的嫌犯落尾互逮捕，押去伫警察车。初日下晡要4点的时阵，当时下课要返去厝的时间，西区的嫌犯举刀啊，伫咧苗栗市车站附近的超商，看到一阵白册包的学生就过去攻击，有2个11岁查某囡仔受伤，有1个人是倒行砍红拄着伤，伤势严重，佫有1个查甫人嘛互攻击，这边顶悬的巴肚和脚趾片拢互拄着伤。我们看到小孩子这样子受伤，我们就觉得心情很不好，真的。我们自己的小孩他们还好在家里，现在警察在警戒，希望他不要再出去害人了。西区的嫌犯刚拄着伤了，走登去厝举刀啊，和警方对峙，落尾互制服逮捕。伊今年9月拄对监狱出来，伫人力中人遐做工课无偌久。因小弟讲，伊技术食毒了后，情绪无稳定。这几天有干嘛吗？没有啊，不晓得。对，就你们俩兄弟住了。对，他有结婚吗？没有。他远警到场现场，该名男子已经离开。那北分局也立刻通报线上警力实施围捕。警方表示讲，西区的嫌犯2015年嘛捌伫超商甲4个人拄着伤，是一般毒品列管人口。即摆伊个犯随机伤人的案件，会进一步调查伊做出这种代志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彰化有一间准公共幼儿园防亚讲有这苦毒和性侵的情形，10天内就发生158件，受害囡仔的家长今仔日出来指控，讲这县政府拢无任何提供机制，而且2届调查标准拢无同款。县政府是表示讲，除了发这教保员和幼儿园以外，也会采取因减少招生1年。要替囡仔换衫，囡仔说伊直咧哭，因为伊伫幼儿园互教保员不当对待，造成伊出现反抗的动作。若是安尼，共校其他囡仔佫出现因为惊米伫咧刀仔骹的状况，无想要去学校是为着自我保护。被害幼囡仔的家长初二当街出面指控教保员。洗澡的时候不让脱裤子，然后双脚夹很紧，一直喊说屁屁痛痛，然后我们才发现了他私密处有受伤，孩子才慢慢说出一些事情。老师拉着我的手去撞墙壁，某某同学被老师关在厕所里。专案伫咧调查了，发现教保员伫咧短短10天内就出现高达158摆不当行为。另外，成员的 NGO 团体批评讲，专案2摆的调查标准拢无同，竟然是对无直接证据，变作情节重大。这个准公共幼儿园应该要即刻退场。退出准公共化的机制，好，不然你会让更多的家长认为这是政府核可认定 OK 的幼儿园。家长嘛批评讲，要求要调幼儿园的监视器，说真侪摆拢互拒绝，希望教育单位做伙处理。
我们目前也在订定各地方政府在处理跟受理民众去调阅监视录影画面的一个注意事项。该名教保员裁处23万元，幼儿园违法及管理不善部分裁处42万6千元，并自114学年度下学期减少核定招收人数20%。对这中华县政府表示讲，已经裁处教保员，佮甲伊停职3档，幼儿园的部分是减招1档。嘛强调讲，对家长调监视器的权益，8月初已经函示各教师，未来会照函示的结果来进行办理。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第5回台美关税协商，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亲身来说明，强调台湾未同意晶片生产台湾和美国一人生产一半的做法，这谈判团队也无答应。那美国准想要台湾企业扩大投资，就要按照台湾的规划，政府对政府甲台湾产业自入的经验搬过去。也因为受到这关税无确定性影响，台积电今仔日搁再创关咯，这台股也起395点，创下历史新高。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初二对外说明，台美第5轮实体磋商进度，搁再声明台湾希望当争取关税调降税率，莫搁加塔。另外，针对232条款重点调查项目，嘛爱有优惠待遇。那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前讲，希望台美各人承担晶片的一半产能。陈丽君搁再声明台湾的立场。我方团队从来没有做出5-5分的承诺。这个也跟现在台美双方正在讨论的供应链合作的方案方向是不同的啊。那我们未来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他有这个目标，就看他有没有能力做到，如何达到是考验他们的自己的努力了。陈丽君表示，美国希望台湾企业一旦扩大投资，台湾的营运模式是产业投资由企业自主规划。政府原来会建立信用保证机制，对企业进行融资支持。过来是政府对政府的部分，会协助美国打造产业自入，或者台湾产业的自入经验，降低企业家己拍拼的成本风险。扩大对美投资，并不是台湾供应链的移转，而是台湾供应链的延伸与扩展。各方面呢，其实都需要协助。如果这一些方面都规划得很顺利，最好还有类似台湾的科学园区的免税的制度，那一个园区在美国可能会有竞争力。后社党署长董子贤表示，任何海湾园区的规划，要为台湾整体竞争力的立场做谨慎评估。陈丽君希望美国会当提供有利企业投资的土地、水电加签证这条件，才会当创造台美产业三赢。虽然台美关税谈判持续伫进行，不过台积电初二收盘创下新天价，收伫1365块，期待有35.39条，和台股阁创下历史新高，大盘收伫26378点，起395点。记者采访报道。所落来，咱来关心天气。讲到今早起呢，有一粒轻度风台未得形成啊。气象署讲，这粒风台的路线向南，未直接对台湾来。不过，伊的外围分区呢，也是会造成拜5、拜6花莲、台东、恒春半岛落阵雨。若讲到这中秋连假的天气，早起是拢好天。若中昼过后，山区中南部会落雷公雨。这几天台湾天气稳定，各地头不止啊小热，花莲灾区嘛继续在救灾，也毋过台湾注意，气象署指出，台湾的东南风也就是菲律宾东边海面，伫咧初二早起8点已经形成第21号轻度风台未得5。气象署表示，这粒风台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也毋过外围分系拜5、拜6影响到花东甲恒春半岛会落阵雨。这次的台风，因为它的位置相对比较南边一些，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外围云系，虽然会带来一些水汽，但是并不是很强的旺盛的对流，所以花莲、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那但是整体的雨量跟雨势并不会到太大。再来中秋连假期间，礼拜到拜一，气象署表示，这段期间未得5风台的路线已经较稳定过去，所以台湾附近上主要是受到高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顶部拢是好天，不过过到山区和中南部较会上雨。另外，气象署嘛提醒讲，拜5到礼拜，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会有较强的阵风，沿海嘛就要注意等应。中秋节这段时间，台风已经逐渐在接近中国的沿海了，台湾附近又恢复到比较以高压影响为主的天气，所以在上午白天这段时间，天气一样是以晴朗炎热为主，但是中午过后，各地的山区以及中南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
气象署表示，伫咧菲律宾东方海面，未来热带系统也有可能继续发展。打算后礼拜六前后，也就是双十连假，热带系统会靠往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不过，敢有可能会形成风台？气象署讲，也阁有变数，要观察。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台北市出现今年头一个本土天狗一个病例，是住伫咧树林一个80多岁查甫人。台北市卫生局指出，讲监护期的时阵，伊无出国，昨研判是确定是病例啊。9月底出现发烧症状，就医之后通报采检，10月1号研判确诊。个案在潜伏期没有出国，目前同住2人都没有症状，感染源尚待厘清。台北的树林区公所在去年整合相关单位召开应变工作小组会议，启动下区核防治，也发动这社区清洁日，进行社区碳病棒的密度调查，清除碳病棒来源和环境消毒等等防治工作。讲到这护理人员是真欠，护理产业工会指出讲，这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的麻醉专科护理师拢无够，病院也无减少这手术的数量，常常就要临时加班，下班了后也阁爱抬病，所以这护理师呢就发起拒绝加班行动。病院表示讲，袂勉强因加班，而且工时拢有符合规定。中国护业门诊甲急诊客满真侪病人，不过却传出麻醉专科护理师因为拒绝正做血管医护，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无麻醉师的时，是不是你的手术行程应该会比较不顺序呀？就是要协调沟通啦，多方沟通这样。对啊，不然他们太累也是不行的。未少病人表示，虽然可能影响开刀甲看医生的权利，不过希望院方应甲护理师继续沟通。台湾护理产业工会并且指出，中国护医的麻醉专科护理师能力严重不够，并且应该有207人，实际干内剩740人。不过病院无关系减少倒房数量，互麻醉专科护理师被迫加班。病院每个月各有500加班班表，员工是被指定加班日，而且常常临时加班，值班人员下班爱过酒店回太平，身心压力拢到极限，所以发起拒绝加班的行动。我是很肯定同仁，他可以依法去行使他拒绝超时工时的权利，但是也期待院方可以落实善意的对话，以制度来解决问题。会同本府卫生局前往实施法遵访视，已经有就超时加班及加班费，还有就是强迫劳工以正常工作时间劳动之情势予以辅导。中国护医用文字声明强调，未勉强加班，尊重麻醉专科护理师意愿，未直接排定加班班表，工时拢合法规。目前急都无受影响，长时间的手术会看情形进行调整。护理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是认为，院方短期应该向看医资源或者是寻求请用保费，中长期也提出增加请人甲培育计划来进行。台中市劳工局会进行查核。若超时加班的情形，会照劳基法来处分。记者综合报道。那阵校园内面会当赛车，这学校拢有限定，讲这时速袂当超过偌济，除了要保护家己，也会当保护别人。来看这屏东科技大厦明祥体育馆头前呢，昨下晡有一个18岁学生骑奥多巴弄到昏过倒，学校赶紧甲人送病院，有关是救无回来。随上这屏科大不时就学生出车祸，这2年就有3个人因为车祸来过身。骑机车的查甫囡仔转弯的时阵，愈来愈挖近倒边的树仔，弄到昏过倒了后，倒落唔知人。车祸地点是伫学校明祥体育馆前，下晡4点外，今年大学1年级4区的男大学生骑车经过失路，撞医了后也是死亡。我昨天上课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救护车，然后我下课的时候看到这边就这边就站很多人。屏东科技大学校园内体育馆前学府路发生一件学生骑机车不慎自摔案，详细自摔原因调查中。学校讲，拄啊入学新生拢有用讲座的方式宣导行车安全。校方内底定定发生事故的地点，嘛要甲当地警方会勘进行道路改善。开学的时候就对学生做交通安全的宣导，包括讲座，包括机车驾驶训练，特别对大一的新生。
初二早起中会现场有看到事故地点周围有提醒学生囡仔减速的标记。学生囡仔认为车祸这么多，主要是车速上紧。就是要慢慢骑啊，然后过弯也要小心，要看一下左右来车这样子。老师，学校跟你们讲了？有，学校已经有通知了。滨科大校地将近300公顷，真宽，所以开放予学生囡仔伫校内骑机车。不过车祸的事故嘛真侪。今年4月，学校附近车路发生学生囡仔去会到转弯车不幸死亡。2年前嘛，伫体育馆前发生过学生囡仔家己失事。统计将近2年，车祸至少夺走3个滨科大的学生囡仔性命。警方嘛提醒，无论是校园内外，骑机车爱遵守速度限制，维护别人也甲家己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南投埔里的大城里有50户一直收到检举的罚单，一礼拜收不到50张，或者拢是居民把这乌多摆停伫咧顶仔卡。不过居民就反映讲，这乌多摆停伫咧因兜的顶仔卡，也无去共解掉，无影响到别人出入。讲这款的罚单实在是无道理。调机关建议县政府会当参考台中的管理办法，放令顶仔卡停车限制。我们这样子一次就被开2张单。我们一天的辛苦钱就这样没了。大这排差不多50户民众，连续几个礼拜直直互人检举，提罚单来向里长表达不满，因为因甲车插伫徛街头前的顶仔卡，不过最近定定互人检举违规停车，大城里这民众一礼拜就收到差不多50张罚单。居民认为无影响到出入，却直直互人检举，感觉真无理。像咱来乌多摆，爱叫阮放伫路边。袂使放伫遮，乌多摆因为你袂影响到人行嘛，路边嘛，搁较危险的代志。劝导啦，或者修法换免于说来开罚。如果是假日的话，几十张都有可能。南投县议员陈义君表示，交通部伫2023年11月有发文各县市政府。会当照管理配套需要，公告顶仔卡停车实施宽度免计划区域，时段也是期间，只要留过路、行路的空间。亲像台中市就公告，除了伫禁止停车区域以外，宽度伫3米以上的顶仔卡停车，会当放机车甲自行车，不过爱保留通出入的空间。建议县府对咧安尼做。3公尺以上。机车它就可以用垂直道路的方向来停放，好，安内电影公嘛被影响到行人通行。召开相关的会议，就骑楼开放停放机车的一个条件、留设行人的空间宽度，还有违规举发的一些问题来做讨论。南投县政府指出，会邀请各乡镇市公所、建设处、警察局开会讨论。参考附近县市的做法，针对开放顶仔卡停车的条件、过路人行路的空间宽度、违规安全检举，才会议题来讨论。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中秋要到啊，这月饼爱食，送礼也爱送互人看，会当看到讲你做爱心的一个心肝。看到这中秋要到啊，一寡社福机构拢会做月饼出来卖。不过嘉义县就机构表示讲，今年中秋礼盒卖无介好，订单平去年是减少3成到4成。拄烘好的旺来酥，一帮一帮为行商行出来，准备要来包装。外口阁有老师带着校园继续咧赶工生产。嘉义县民雄的落地教育基金会，拢会配合中秋节送礼需求，接订单来生产礼盒。不过，因讲今年礼盒的订单状况无讲介好，大概往年的70%，因为台风，还有这次花莲的大水灾可能都影响大家大家都去帮忙他们，这个是应该的。我们台湾都是同一个命嘛，同命。另外一间伫伫家的嘉义县精神康复之友协会嘛同款受影响。协会讲，除了景气无好，原物料起价以外，因为这段时间天灾影响，致使今年礼盒的订单嘛比去年减3成以上。去年是差不多40几万的金额，那今年只降到剩下20出头，24万这样子，订单金额不多。对社福机构来讲，中秋礼盒的生产，收入除了运用伫校园的照顾以外，嘛是培养校园自理的技能。社福机构表示，希望社会各界伫平常时也是当斗支持，互公益的烘焙事业会当加做照顾弱势的经济力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宜兰所和日本的石环早期是因为渔业合作结做姊妹仔市到达30年咯。这石环市长也带团来到所参加纪念活动，也因为花莲公户财政严重，伫石环市要设捐款箱，要来斗3工募款。苏澳镇长李明哲甲日本石湾市长中山义良双方签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未来对方若有灾难发生，会当向对方提出支援的请求，通好资讯共享，提供物资。苏澳镇请台湾艺术大学协助修复30年前甲石湾市结做姊妹市的影片。迄当阵双方透过这个方式做渔业的合作，即卖合作已经扩大到观光、体育、教育。今仔日30周年纪念活动。嘛讲好，若有灾害会互相帮助。带团来台湾的中山义良嘛讲，已经伫石湾市役所1楼垦捐款箱，为花莲帮山大災害募款。この度の花蓮での水害に対して多くの被害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心からお見舞い申し上げます。で亡くなられた方のですねご冥福を心からお祈りいたします。募款按算到31结束，下到乌那国岛募到的钱，做伙捐予花莲的灾区。日本希望尽上大的拍拼，协助灾区早日重建。石原跟苏澳哈，这个地理位置还有那个气候都很相像，所以可能都有台风啊，还有水灾的情形发生。所以我们这一次哈，那在石原市长特别的这个提出来要签订这个国际灾难这个自助的协定。苏澳镇甲石湾市每10年都会签一个有关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备忘录。即马大环境转变，天灾真恶预测，双方签署上新灾害应变国际合作协定，以两地居民的安全为优先的考虑。未来灾害若发生，互相会当支援，嘛互灾害应变会当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寿山有巡山队的志工，最近伫咧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迄度一点马卡斗公啊，夹一节的分节啊，要登去修理，而且伫附近真侪粪扫。这高压底内面，这个公啊呢，死的平活搁较济。志工也烦恼讲，这当地生态敢是出问题啊？一只马卡斗西虾甲粉头毛条条，沿路行沿路海，看起来都亲像是伫咧食粉共款。有人感觉心涩，不过这个画面和巡山队志工是看落真心疼。志工讲，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这款特有的马卡斗西虾大本营。以早来遮，规个高底路里拢白甲密密。不过这阵啊看到的是死的比活的多。伊认为环境的改变已经对马卡斗西虾生态造成危机。为什么不放手了？有他的理由啦。是不是这边的食物减少了？它就吃垃圾了，烟蒂算垃圾的一种嘛。可能我们在环境的意识上面还有待加强，对，但至少要能够从自己身边开始做起吧。你制造什么样的一次性的垃圾，就尽量把它带走。南寿山环境教育步道是伫咧中山大学的校园内底，附近学生囡仔来来去去，嘛有真侪人会来遮爬山。不过人一济，粪扫的问题就对咧来。接受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委托研究马卡斗西虾教授讲，根据113年的调查，初步估计马卡斗西虾数量大约是37000只。若是生态地有环境污染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危机。水质确实会影响到它的存活率，因为它就是要比较干净的水质。单单烟蒂可能还好了，那如果是垃圾，我想那个影响会更大。是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污染物质在里面。教授强调，因为对马卡斗西虾调查研究才拄开始，目前也无一个科学性的数字来证明族群数量的变化。查山巡山队是呼吁政府要设立告示牌，加强宣导生态保育的重要性。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希腊有几多个大城市当地找一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因抗议政府提出工时新制度，要改做一天内面呢，这上班含加班上长会当做到13点钟，甚至要改做一礼拜会当上班6天。这款乐观退步规划引起各行各业的反弹，这侪工会是小少罢工，这车头、学校、病院、政府机关拢无人上班。希腊首都雅典甲第二大城塞萨罗尼基，七日计共有超过8000人上街头抗议总理米佐塔基斯政府准备提出的13点钟春秋工时制度。两大公民营的部门工会做几大罢工，铁路、公路、军运交通全部暂停，学校、病院、政府机关也拢无人上班。国会大楼头前的广场组织大阵的示威民众。Το 13ωρο είναι το τέλος της ζωής μας. Σκεφτείτε να δουλεύουμε από τις 7 το πρωί μέχρι τις 8 το βράδυ.
Δεν υπάρχει ζωή, δεν υπάρχει τίποτα. Και αυτό μόνο και μόνο για να επιβιώσουμε. Αυτό.希腊当地咧渐渐脱离债务危机的恢复阶段，去年经济成长率有2.3%。不过对多数的劳工阶层来讲，加薪水甲关物价犹原是主要的问题。当局强调，研究当中的春秋加班制度并不是强制，单年上济敢若会当37天，劳工会当加赚40%的加班费。希腊允准每礼拜工作6天，服务业亲像是旅游、餐饮等等行业的员工，伫大月时甚至常常无例假日。全国每礼拜平均的工时是39.8点钟，比欧盟平均的时数35.8点钟更较济。Στενάχωρο, οι εργαζόμενοι πάνω από 100 χρόνια πριν σχεδόν από εμάς έδωσαν μεγάλους αγώνες ακόμα και με το αίμα τους και με την ίδια τους τη ζωή για να πετύχουν το 8ωρο και το σταθερό ημερήσιο χρόνο και τώρα όλα γυρίζουν πίσω γιατί πρέπει κατά τη γνώμη τους οι επιχειρηματίες, οι καπιταλιστές να κερδίζουν συνέχεια και περισσότερα πατώντας πάνω στους εργαζόμενους. Δεν θέλουμε να περάσει αυτό. 建筑工会代表向发新社记者指出，超时加班、疲劳是工伤的主要原因。敢若是因这一度已经发生20宗致命性的工伤意外。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来看美国纽约有一栋公寓撞向爆炸，这砖啊壁柜绑起柜来甲柜涂骹，加在是无人受伤。初步检看应该是这通风井迄搭变去啊。23楼悬的通风井规片崩塌，当弄向地面，砖啊甲冷气机散落伫游乐场附近。纽约布兰克斯区的米切尔公寓，在透早8点外传出爆炸声音，当地居民惊吓逃生，讲亲像恐怖攻击共款。And watching out the window, I see a big smoke, real big smoke. I get panic. Then when I hit the second one, is when the wall fell out. I'm starting to get nervous, panic. I cried. That bring me memories from 9/11. 纽约市长亚当斯指出，大楼顶楼房通风井爆炸，后结果崩塌。佮讲这是重大灾难，被积极避免。感谢政府部门反应正紧，强调居民安全是第一任务。纽约消防局长表示，已经出动搜救犬来检查，初步确认无人受困。We received reports of an incident involving the chimney to the boiler room here at NYCHA's Mitchell houses. This resulted in a partial building's collapse. We are extremely fortunate. At this time, we have no loss of life or no injuries. 米切尔公寓社区有10栋大楼，居民3500人。长期以来，纽约市房屋管理局的公用的厝被批评设施老化，受气甲热水无稳定漏水生果这问题。这栋大楼1礼拜进前捌发生火灾，造成一小路重伤送医。紧急事务局表示，会检查大楼结果，表示安排住户暂时撤离，佮赶紧恢复甲疏解消气。当局目前继续清理现场，佮调查爆炸原因，强调会确保公寓居民的居住安全，避免悲剧发生。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以色列海军甲各路架备送物资去到加沙的船走落来，而且甲船顶外籍维权人士拘留，其中也包含着瑞典气候活动家东贝里。这船队去互海军泉水攻击画面，也引起国际关注，真侪国家民众也拢上街头抗议。由45只民用船只组成，载500个机关律师甲社运人士的全球建设军队，这伊想要突破海上封锁，将医疗物资甲粮食送入加沙。不过，其中真侪只船伫离加沙差不多130公里的所在，遭到以色列海军拿查。This is the Israeli Navy. You are approaching a blockaded zone. If you wish to deliver aid to Gaza, you may do so through the established channels. 真侪只以色列军队船舰接近，船顶外籍维权人士穿救生衫，也还双手。瑞典气候运动家唐贝利也被定船的以军拘留，伊坐伫甲本穿外套，甲其他人斗阵被刷到以色列港口。另外，真侪只船顶的摄氏影像显示，船队遭受水炮甲不明液体破，船队通信受干扰。伫雅典的监控协调总部，摄氏影像传输缩断去，目前无人员受伤。不过相关的画面出来，有关引起国际关注。We're obviously following the flotilla very closely. We just
We do no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and we want people's rights to be respected. 以色列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军队接近华侨政区已经安全行停止，佮将军队的战斗犯罪行为公示的表现。以军的定准垃圾事件也伫真济国引起抗议，包含希腊、意大利、德国、突尼西亚甲土耳其拢有民众行起街路，全球坚决军队表示，目前也佮有3只补给船在西向加沙。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